不料被韩世忠杀了个大败。敌军早场无手，莫决上望参中。长队人马，决一死战！好。
前面什么地方？黄台灯，守节当中，敌视不明，空刀绝境。不必多言，守节当中。哈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您即将欣赏到的是由渭南市秦腔剧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您带来的秦腔《清风亭盼子》。秦腔别称梆子腔，也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渭南市秦腔剧团创建于1954年，2010年改建为渭南市秦腔剧团有限责任公司。秦腔《清风亭盼子》讲述的是张元秀及贺氏夫妇在清风亭拾到弃婴，取名张继宝，并辛劳抚养。13年之后，继宝偶遇生母周桂英，母子相认，元秀让他领走了继宝，而贺氏思念继宝成疾，怪罪张元秀放走了含辛茹苦养育了10几年的儿子。他饱受煎熬，又满怀期盼，唯愿继宝儿能够再回身边的故事。下面有请演员肖莹为您带来秦腔《清风亭盼子》，有请。继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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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是通往四川去的。哦，是通往四川去的。是通往四川去的。老头子呀，你看，这一条路是通往哪里去的呀？哦，那是通往湖广去的。是通往湖广去的。老头子呀，你看，这一条路是通往哪里去的呀？这条路往嘛，哪里去的？那是通向清风桥的。娇儿，你个老天！宝贝儿子，你不还儿，要不然我跟你拼了！老婆子。
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您即将欣赏到的是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带来的越剧《珍珠塔金塔》。越剧首先是以落地唱说的形式流传于浙江的绍兴嵊县一带。1906年正式以越剧的形式登台亮相，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第2大地方戏曲剧种。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即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创建于1984年，是国内著名的专业女子越剧表演团体。越剧《珍珠塔金塔》讲述的是家道中落的穷书生方清，他投奔姑母家，孰料姑母势力，方清负气离去。在风雪途中，他打开表姐所赠的点心包裹，发现里面竟然是家传之宝珍珠塔。他为之大惊，立下宏志，继续铿锵前行的故事。那么我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今年呢，青年演员陈丽君引发的戏曲热，让所有的年轻观众朋友们重新燃起了对戏曲的热爱。而她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表演风格，也让越剧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焕发出了全新的光彩。接下来，请准备好您的掌声，有请出陈丽君为我们带来越剧《珍珠塔金塔》，有请。
感谢演员精彩的表演，也要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接下来您即将欣赏到的是由青海省演艺集团评弦剧团带来的评弦戏《党马》。青海评弦戏是建国之后新诞生的地方剧种。青海评弦戏的前身为曲艺评弦作唱，表演之上重文不重武，唱重于作，适用于演抒情题材的剧目。青海省演艺集团评弦剧团成立于1961年的3月，是青海省唯一的本地剧种为主要表演形式的专业戏曲表演团体。评弦戏《党马》讲述的是杨八姐乔装入辽刺探军情，路经九寺，九寺主人焦光普是焦赞的弟弟，欲盗取八姐的腰牌，重回故国。八姐怀疑他是奸人，与之搏斗。后来光普说出真情，二人一同回关的故事。下面有请演员许忠凯带来评弦戏《党马》，有请。上日点札，周雷如匹不生涯。难来此帝王子，他们否此都是分谋划。头谈了，身在藩邦，心在家，又有陪子把难筹下。一切虽有且谈酒，但今老出门做点札，做点札。藩邦有福求，4年家孝主人藏。有朝一日南朝下，撒金猴儿老罢休。老九光鹏，当年跟隋阳老林公大闯幽州。不料不是那藩邦偷情，私闹谁法？逃出河口，隐姓埋名，来在这幽林镇上开了一座小小的酒店。日子到2年有牌，一行红果完成。
休将大马直奔到这点而来。老夫免等他到此，上前拦住他之马头，假计无一马之势，将他框在那这点包子中，看他身上如意要拍脑酒。那就是极高知识了。将军，请将军下地马来，在我这殿中休息片刻，再好赶路啊！言之有理，殿将进马。是。将军，把马交给我吧。度驾操流。是。那我看这店家鬼鬼祟祟，那还是要度驾小心才是。真是。身在犯邦须谨慎，休比他人。看旁请。叫啥子话？好看不好看呐？看过了。将军，你再看，这是厉害，是金蝉。好话。好话是好话，可是这首话题不太像。像什么？都像个人手。快出匹马。是。
是修将好生面谱，莫非他是天宝府的杨八吉？有马第是救命，是也不是得了某教师神？你是天宝府的杨八吉？呸！那你的是救命，看见将军。将军，你现在大了。将军，你听我跑，你听我讲。将军，你听我跑。李斯南朝日群才，日群才。你求着地板，老人的气，人的气。将军，你听我说。在下王元言，接下一参胜。将军，你听我说。将军，你听我说，听我讲。将军，将军，你报答了我们是自知人。你到底是什么人？将军若别。家住南朝三元军，酒家桌上有家门，农民就叫九王峰，就算是你什么人？就算本身老他说。原来是这个八戒不知都应的罪。县民快快启齿。看你是身本将打扮，老夫免扮作你是牵马之人。凭你日面腰牌，我们是同混过官村。如此甚好，爱公，快快指满。是。
且马滚滚。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您即将欣赏到的是由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带来的蒲剧《火焰驹范马》。蒲剧约形成于明代的嘉靖年间，是山西四大梆子当中最古老的一种。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成立于2020年，今天他们带来的蒲剧《火焰驹范马》，讲述的是在宋时马范爱谦被番兵掳去，为元帅李延荣营救，在返回的途中，闻知二公子李延贵被诬陷行将问斩，人能乘火焰驹昼夜飞奔，边关告知延荣，延荣回朝面君，救其弟不死，全家团圆的故事。下面有请演员赵震带来蒲剧《火焰驹范马》，有请。
众伙伴，你们大马思想要从俺要进了城。元帅，这宛若这血分啊！这家人早无宣发去汉元申冤了，报应是莫可怠慢啊！
见老太爷太。快请起！老太太，恩大宽。你是何人？见老身为何行此大礼？老太爷你不认识小人？小人名叫安全，常在北国贩马。这那年失去小女，多亏兵部李老爷也去同乡，走义无法。是我二次入犯，将马摆去，路过府衙，大街之上纷纷议论，言说要拿二公子监城。哪个公子？不是别人，正是我家燕贵少王爷。他那儿为何？这皇长老儿摆出会议，诬陷公子盗财杀兵，将公子送往苏州大堂。至于死地不好，这，快出去，快快！你这个人好莽撞也！好，莽撞也！想不到这样规范的国在，他不也今天换成下台。到如今，当家我怎样安排？老太爷，事到如今不必多哭，待小人部我分昼夜，北往边关，报与我家李元帅得知，定能搭救二公子活命。但不知何时绝秋。 8月中秋，哎呀，不妥！8月中秋，我儿开刀为战，如今已8月初10，这山高路远，你如何赶他得上？嘿嘿，老太太，说是你来我看。小人这匹马，哈，引大人，火焰。日行千里，夜走800，边关报信却误不了什么大事。这是些3岁银两，你托系暂且度日，俺便就此去了。下庄是。
去，这剃头我光要闪。最后一终于也算半天惊动了，惊动了。来。开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您即将欣赏到的是由西安演艺集团青年戏剧团有限公司带来的秦腔《雁荡山》。西安演艺集团青年戏剧团有限公司，简称西演青年团。虽然它成立还不到2年，但排演了16部大戏和40多个折子戏，在业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秦腔《雁荡山》讲述的是在隋末，孟海公举义旗，贺天龙败退雁荡山，孟巧用妙计夜袭，水战击溃隋军，越关全歼的故事。下面有请演员李宇带来秦腔《雁荡山》，有请。
啊！